嗰陣，幫人施洗嘅約翰嚟到猶太嘅荒野傳道，佢話：天國就快來臨啦，你哋應當悔改。原來呢個約翰就係以賽亞先知所預言嘅，喺荒野有人大聲宣告，預備主嘅道，修直佢嘅路嘅嗰一位人物。約翰着嘅係駱駝毛嘅衫，腰間束上咗皮帶，食嘅係蝗蟲同埋野物。當時嘅人由耶路撒冷、猶太各區、約旦河流域等地嚟到約翰嗰度，承認佢哋嘅罪，又喺約旦河裏邊接受佢嘅洗禮。當約翰睇見好多法利賽派嘅人同撒都該派嘅人，亦都嚟接受佢嘅施洗，就斥責佢哋話：你哋呢啲毒蛇嘅後代啊，係邊個指示你哋逃避必要嚟到嘅憤怒呢？你哋應該以實際表現嚟到證實自己嘅悔改。你哋唔好自以為是咁話，我哋有亞伯拉罕做祖先。我話俾你哋知，上帝可以喺呢啲石頭當中生出亞伯拉罕嘅子孫。而家斧頭已經放咗喺樹根嘅上邊，唔結好果子嘅樹都要斬斷佢，抌落火裏邊焚燒。我而家只係用水為你哋施洗，叫你哋悔改。但係有一位比我更有能力嘅要嚟，我就係幫佢挽鞋亦都唔配。佢要用聖靈同火為你哋施洗。佢手裏邊拎住簸箕，佢清理麥場，將麥子藏入去倉裏邊，而糠秕就用不滅嘅火燒晒。呢一件事之後，耶穌由加利利嚟到約旦河，要約翰為佢施洗。約翰就攔咗佢話啦：應該係你為我施洗至啱噃，你反而嚟我呢一度。耶穌就回答佢話：你就咁樣做啦，因為我哋都應當盡力去遵守所有嘅禮。於是約翰就答應咗。耶穌受咗洗禮，即刻由水裏邊上嚟，忽然天為佢打開咗。佢睇見上帝嘅聖靈好似鴿子一樣嘅降落，落喺佢身上邊。同時呢，又有聲音由天上邊傳嚟話：呢個係我嘅愛子，我所喜悅嘅。